开始，好，音乐开始喽。亲爱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备办先准备来吟，今仔日要吟的圣诗，新圣诗179首，新圣诗179首。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第2首圣诗呢，咱较少咧吟。连老师讲伊嘛无印象有弹过吼，所以这首歌请老师来弹一遍，互大家听一下。我主上帝，至悬至大山来，主上帝。至大听我困求的声，伊可以空我伊听我，我要求叫伊名。再来一遍第1节。我主上帝至悬至大，听我困求的声，伊可以空我。头的所在吼，那个西法第2个音较接近的，哦，来听老师搁弹开头的所在搁弹一。好，咱搁头前搁来一遍就好。我主上帝至悬至大，听我困求的声。好，算了，可以。伊可以空我。应该都较熟啊！这时咱将时间来到敬拜赞美。感谢平安。感谢主，咱搁一摆自借伫主的面前来敬拜，咱的主。欢迎线上收看罗州教会的家人甲朋友，咱做伙斗阵来敬拜咱的上帝。咱甲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好，请下再起立，咱做伙来用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你的传，无论风雨也必经，你拢得吹破。人着少念你的恩，你的付出，无再会感恩变成欢喜，欢乐变福气。你可以错，无论阮的拢无煞，归人的心。
你多，看丢了归下一些，何必的隆重撒干花意？你的稳定真正大，你的因刷，无论风影也比起，伊拢在最花。咱着下了伊的温，你的无数，无在眼间咱变成欢喜，欢乐的福气。你可以刷，好人阮的拢无刷，开人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么多，咱着路归下一生，好天的隆重撒干欢喜。阮的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么多，咱着路归下一生，好天的隆重撒干欢喜，好天的隆重撒干欢喜。不管咱是顺境还是逆境，主耶稣永远掌权，咱有阿们无？主耶稣掌权伫咱每一天。哈利路亚！咱做回来敬拜。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思念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思念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举起我们的手，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哈利路亚！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来，这里请坐。主温柔的信息，互咱的心得到平静甲安息。主听因光甲真理，光照咱、扶持咱，伫好调咱的所在。
咱跟来敬拜。温柔的生命，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透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不着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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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着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不着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不着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这声百倍上帝，阮感谢你，你的听是何等的长阔关心。求你将你听的真理来教示阮，求你使阮有一条谦卑的心，阮使我谦卑甲顺服的心，才会使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敬拜甲学乐。主耶稣，你就是道路、真理甲活命，你是阮一生上大的倚靠。你的听，互阮的心得到满足，无论拄到什么困难，阮拢要感谢你，唱歌来学乐你。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
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第一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去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咱要来吟诗，请掀开新圣诗179首。阳光归伫圣父上帝，请兄弟起立吟全首。这是咱做伙备办心、同心来压头祈祷。亲爱的主，你是荣耀有能力的上帝，阮时时刻刻要来学乐你，阮也要专心来投靠你。只有你会当供应阮一切所需要的，也是阮所有毋望的源头。恳求主你圣灵充满阮，有智慧的心来敬拜你，领受你丰盛的恩典甲应允。也求主你，互阮有坚固的信心来活靠你，一生拢袂偏离。每一工所行所做，完完全全要靠主你来得胜。感谢主，主啊！阮也要来感谢你，伫即个疫情的困境当中，主你一直甲阮三角同在，互阮犹原得到平安，度过一切的难关。即时，阮也要为着地动的受灾户来祈祷，恳求主你来安慰因创伤的心。当因有困难的时阵，求你来做因随时的帮衬；当因软弱的时，求主你甲因鼓励。扶持，互因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感谢你，也要为着阮这时，也要为着11月份有小会议决的有举办一个教会复兴的灵小营来祈祷，希望济的同工会当来参与。伫上课的课程当中，阮也求上帝互阮智慧甲造就，也阁有。济的时间有圣诞的庆祝会，报佳音，济的时间，阮犹原是交托主你来保守，互时间的进行当中，一切拢真顺利。主啊，阮也恳求你，互教会姊妹彼此相疼，无纷争，互教会成做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罗州教会犹原是交托主。你来带领引带，即时阮也要恳求主你赐福，互每一个兄弟因的家庭有主你的保守，有主你的看顾，互因得到真正的平安。感谢，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听阮祈祷。
这时，咱要来启用，请掀开启用门，圣诗后壁面的启用门，诗篇，启用门15，诗篇51。伫迄个启用门1025页。显着的兄弟，我来启，请兄弟做伙来印。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暗面无看我的罪。上帝，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喙。你无爱胜利，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罪是痛悔的心灵。这是咱圣歌队要献诗，伊所献的诗是一颗谦卑的心。你给我一颗谦卑的
即时，咱要来共读上帝的话语，请掀开圣经创世纪11章第1节甲第9节。创世纪11章第1节甲第9节。现场的兄弟，我来读，请恁做伙来看。11节，11章第1节。迄时天下的口音、言语拢共款。因刷起当世的时阵，伫示拿地拄着一片的平洋，就住伫遐。因大家参详讲：来啊，咱着做庄，烧互伊食。因有庄通体石，搁有石油通体灰土。搁讲：来啊，咱着起城甲塔顶拄天，为咱立一个名，免得咱四散伫全地。耶和华降临，要看世间人所起的城甲塔。耶和华讲：看，遮个百姓拢合一，言语也拢共款。现今已经起手做遮个事，以后因所要做的，无一项会禁止。来啊，咱落来，咱来去，伫遐拍乱因的口音，互因的言语大家袂相通。对安尼耶和华，互因对遐四散伫全地，因就停工，无去迄个城，所以迄个城名叫巴别，因为耶和华伫遐拍乱天下的言语。耶和华互人对遐四散伫全地上，全地上。以上。这是咱起立用主祷文来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给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互阮赦免辜负阮的人，袂得带阮入你的厝。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兄弟，请坐。这是牧师要来讲道，伊所讲道的题目是“人不可骄傲”。咱将时间交予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要做伙三角来讲授上帝的话。照今仔日伫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9节，愿主的话来帮助咱。原来咱世间人的口音是同款的，这是偌好的一件事。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因为咱毋免学真多的语言。你看世间的语言千万种，但是呢，上帝话只有一种，就是记载伫咱的圣经的内面。虽然圣经用无同款的语言来帮助无同款的种族来了解圣经，总是咱来看，如果世间有一种的语言会当彼此来沟通，安尼是毋是咱会感觉讲世界会真合一，世界就真好来了解？总是上帝的意思毋是安尼，因为当人四散了后，开始变换因的口音，
所以无共款的语言就造出来。都是咱看即马的社会嘛，真进步。我会记得即马若要去出国，你去到一个博物馆，你毋免真侪的器具，你只要一支手机甲扫一个 QR code， 伊就互你足侪语言选择，你甲选中文点落去，伊的介绍就照出来。你若要看日文，你甲点日文，就有日文的介绍。所以这个 QR code 真便利。我想可能以后这 QR code 成做世界一种文字对不对？报名请扫 QR code， 他就不用你报名表叫你要追，报名表就给你一个 QR code 就好了。所以我想得帮助咱这时代的转变，这个转变，圣经记载当时的人为着要做一座特别的塔甲城。特别即座的塔顶会拄着天边，咱看全世界真侪所在，古早留落的巨石文化，伫古早迄个时代，大粒石头用大粒石头咧起造，咧起造即种的文明，左上方那一张是台东，在台东的地方，就莫讲台湾没有巨石文化，这个是。考古界研究下来，很多地方都有留下来。那比较出名的就是那个毛爱一个人形的那个石头像在复活岛上面，到现在也可能还没有办法100%解读这些石头这个石头上面用途，但是这石头跟敬拜跟敬拜有关系，特别跟日晷那个日头的变化有真大的关系，所以当时咱看到圣经甲咱记载，当时的人要起造一座巴别塔，所以古早时代这个巨石文化跟巴别塔，不晓得它的年代有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是咱知影讲，圣经甲咱讲，这个造塔要拄着天，背后的动机是啥？宣扬家己的名，以及要互分散到各地，可见迄当时的人为着要宣扬家己，我用遮大的石头，我用遮侪精神要起这个塔要拄着天，表示讲人一种的骄傲，我一定要超越天，要赢过天。但是咱知影讲，上帝使用谦卑的人，谦卑的人互上帝使用，所以说人的特性就是爱有谦卑。咱毋是每一个人，你要献身才去读神学院。其实，咱每一个人伫上帝的心上，在上帝的身上，拢有伊特别的旨意。所以骄傲甲谦卑产生无共款的方向。所以人只有倚靠上帝，毋是倚靠家己的气力。人是倚靠上帝，毋是靠家己的气力。世间甲上帝的方法是无共款。各位兄弟姊妹，咱知诗篇20篇第7节已经有甲咱讲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靠的是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所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独咱靠耶和华上帝的名。咱做伙来读来，有人倚靠车，有人倚靠马，独我们讲起耶和华阮上帝的名。巴别塔毋是伫创世纪那定。我想，伫这个时代，巴别塔嘛伫这个世间，骄傲的人是不断会兴起，因为人的骄傲造成世间的灾难。希特勒，这是顶世纪上大的灾难，第2次的世界大战。所以人的骄傲是一直咧兴起。所以讲，咱来看今日圣经讲，来咱来甲装甲伊烧透。所以要宣扬是人骄傲的心态，因为人得意忘形，妄自尊大，太得意就忘了上帝的恩典，伤得意就袂记哩上帝的恩典。所以人伫挫折、人伫失败中间，咱是需要学习。所以去观察的目的，这是人心内肉体的意向，就是要得对上帝，无爱互上帝来掌管。我要家己来起一座，会当塔来拄天，来取代上帝。所以咱今日学习功课第一，
有抗拒上帝的治理抗拒上帝的治理。所以人伫罪恶中间对落的代志，就是无要倚靠上帝，无要相信上帝，无要亲近上帝，感觉讲上帝无需要。这是人伫顺利的中间特别容易犯的事。所以咱爱安怎做？当时咱爱安怎做？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不是讲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这样不行吗？会记得上帝就互因的口音完全变乱去啊！人的骄傲伫遐自责的时，因要起一座塔的时，上帝就互因的口音变乱去，骄傲的代志就做袂成啊！骄傲的代志就做袂成啊！所以教会咱伫对的代志，甲对的方向，咱就爱一致，爱知影咱的爱会晓听，爱会晓捌，会晓读，会晓记上帝的话，因为只有上帝的话才是咱共同的语言。只有上帝的话才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只有上帝的话才是基督徒的共同语言，不是吗？要是今日所有普世来到一个所在开会，伊嘛是要用圣经做因原来，无论你讲啥物语言，无论你讲啥物语言，到最后咱嘛是要用圣经，诚做咱所倚靠。你爱甲边仔人讲，咱的共同语言是圣经啊。语言，只有圣经才是咱的共同语言。所以咱伫共同语言的顶面，就是圣经。你有共同的思想，才来起着共同的梦，才来起着共同的理想。你有共同的思想，你才较有法度去起着迄个理想，去起着迄个梦想。这个共同的语言就是上帝的话，就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咱知影讲，要互上帝的话安怎来帮助，就是互上帝的话来起造，来建设、来建筑、来建立，建造、建设跟建筑来建立。教会是这样被建立起来，不然有可能我们建的是巴别塔。所以只有用安尼方式来兴起门徒。兴旺福音，兴学基督，新学基督。拄啊，圣歌队唱的诗歌真好听，给我一颗谦卑的心，好温柔，平平的调。其中一句话，让我学像耶稣基督，我学像基督啊！这条歌的内面放一句，学基督。所以咱只有靠着圣经。上帝话的教导来兴起门徒，来兴旺福音，来兴学啥物货？基督，来兴趣读圣经。愿上帝话帮助咱，安尼今仔日若讲到遮，四个拢有做着，教会就兴旺，就复兴啊，教会就复兴了。所以咱爱兴起咱的门徒，兴旺咱的，咱做伙来读落来，兴起门徒。兴旺福音，兴学基督，兴趣读经。我讲你做兴啊，你是咧兴啥？咱就讲，咱是爱来兴起咱的门徒，兴旺咱的福音，咱来兴学基督。咱来兴趣就是要读圣经。但是圣经毋是读的，就无代志啊。所以圣经甲咱讲啥？不光只有听到，还要怎么到？唔敢是听到尔，搁爱行道。迄个行道才是重要，才是最后的目的。才是最后教会要行，就是安那爱行道，爱甲道理行出来。通过每一个基督徒，你来讲上帝的话，你唱上帝的歌，你传上帝的话，咱对今仔日的礼拜，到伫一开始，咱来唱圣诗，今仔日要念的圣诗了，敬拜而乐，到读启应文，到拄仔读主祷文，到圣歌队献诗，咱读着偌济圣经，
读偌济圣经，你不知不觉你就读着圣经。拄仔课用第几篇？51篇上下。大卫。你无意中你就读着圣经诶。这是大笔的诗，大笔所写的诗。所以咱爱用上帝话，诚做咱的中心啦。就讲上帝话，讲上帝话，唱上帝歌，上帝话，传上帝话，愿主帮助咱。所以当这人要起做一个塔，伊绝对毋是上帝所爱，是人所要爱，毋是上帝要爱。是人要高举因的名，所以这巴别塔就来拄天，拄啊这张相片，左下角那个据说就是巴别塔考古的遗迹，但是还没有办法100%确定，只是说这个形体很像圣经所记载的，那愿上帝帮助咱爱。讲上帝话，唱上帝歌，传上帝话，咱做伙来读来。讲上帝话，唱上帝话，传上帝话，所以咱来教会，对一开始你拢有做到。你拄有读圣经，你拄有唱诗歌、圣诗，你有听着圣歌队咧吟的诗，最后咧行出去咧，拜拜。明仔后尾拜过来，拜拜，后尾拜过再来，是这样子吗？是最重要的生活，是在你平常的生活，礼拜一到礼拜六，那是耶稣，那是上帝在跟你验收啊！来教会2点钟、3点钟，毋是这是干那？小可的代志，是一个基督徒真基本的代志，爱遵守的代志。但是呢，是你平常的生活，这才是真上帝予你的挑战，这才是真大的课题啦。比较大的课题是在你平常的生活，因为有6天，礼拜一到礼拜六，除非你每天都来教会，你跟干事一样，或者是跟我一样，礼拜一、礼拜二到礼拜天都在教会，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所以人就是无要互上帝管理啦，人无要互上帝治理啊，人要靠伊的双手来起着这座塔，所以无要相信上帝，最后就是失败。上帝讲变乱音的口音，互因无法度沟通我到底是要摸石头，无啦摸石头，伊想着讲是要摸阿门头。我叫你摸石头，你咧摸阿门头。我叫你拔铁筋，你拔啥？你拔铁架。所以规个工程拢乱去啊！我记有一个故事，伊讲有一个所在要起崩坑，要起隧道，即个崩坑是一条山对无？就有一头凹过来。这边嘛还有一头凹过来对吧？凹到尾咱就伫隧道中间，我们要遇到嘛？就凹，然后变2条隧道。这就是高速公路左边右边2条隧道的由来。这个是一个让他会心一笑的笑话。但是就是讲咱的话若无法度一直命令无法度一直，最后你就是变2条崩坑啊！愿上帝帮助咱所以讲，上帝互因的口音变乱，骄傲是人家己的能力，但是伫上帝眼中都是雕虫小技。只要上帝小小用一个计，人就无法度立足，人就无法度徛在像这个巴别塔，只要口音变乱去。我到底即马是要搅沙，是要冒沙，就规个拢乱去啊！就口音乱去，就规个拢乱去啊！所以咱小心撒旦的计谋，检采
即个撒旦的计谋是安那？吼，咱人伫上帝手中只不过一粒鸡尔，你通走偌远，爬偌悬，亲像约拿伫大鱼的巴肚内，伊要走偌远，伊要走偌远，最后你嘛是爱佫转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约拿互上帝掠转来完成伊的使命。各位兄弟姊妹，撒旦可能嘛用共款的方法来搅扰，因为约拿毋是许撒旦甲伊搅扰，圣经是讲伊无愿意啊，伊无愿意做即件代志。咱佫会记得前小会议长魏建祥牧师甲咱所讲的话，伊讲到底撒旦是真用还是真无用？咱的教会到底撒旦是真用啊，真无用？是爱真用，还爱真无用？真无用啦！伊无法度用伊的计谋嘛，所以伊伫遐想办法，你若撒旦一个教会乱去，撒旦就伫遐看教会乱去就好啊。其实教会嘛真好认啊，伊就啉迄个司机价就好啊。撒旦就啉迄个司机价就好啊。所以讲咱教会拢有撒旦，总是安那。撒旦若真无用的时阵咱就会感觉讲咱无许互伊攻击，所以撒旦真无用。其实撒旦就是不断咧挑战上帝，撒旦就是咧挑战上帝，所以撒旦嘛会找机会下手。但是撒旦伫对，撒旦其实是咱的心内。我伫相信世间世间无啥物魔神啊。你讲有邪神，我相信；邪恶的溃烂，我相信。但是你讲有偌济遮的孤魂野鬼，没有。我个人觉得没有。我个人感觉无，因为我的信仰，圣经甲我讲，无遮的物件，无遮的物件。你除非知影讲死亡伫对，你知影死伫对，才有遮个物件。但是你若毋知影，你搁活伫即个世间，你还未经历迄个死，你就毋知影讲迄个世了伫对。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其实撒旦是伫咱的心啊。这才是咱所重要爱去面对，因为你若指责，你若怨妒，教会就无和谐。共款，社会嘛是共款。你有指责、有怨恨，社会嘛会无和谐，国家嘛会无和谐。所以，愿主帮助咱领受上帝的恩典甲恩赐，因为撒旦是咧不断挑战上帝，就是巴别塔意思就是讲，人要去挑战上帝的迄个骄傲的心，所以撒旦会制造无合一。共款，基督徒嘛会变乱家己的口音。毋拿有当时变乱口音，有当时嘛会变乱你的态度，有当时嘛变乱上帝原本互咱的意向甲旨意。撒旦如果若攻击牧师，羊就散；长老若许撒旦攻击，牧师就爱走；羊只若许攻击，信徒有可能就离。所以愿主帮助咱为着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信徒。为着教会常常献上咱的祈祷，其实撒旦最主要是伫咱的内心。你讲有邪神，互鬼附身，迄就是撒旦，迄是另外一种的形式。迄可能爱来赶鬼，总是撒旦毋是等于魔鬼啊。所以为什么伊无用魔鬼，用撒旦这个名词？愿主帮助咱，只有大家。用心替教会所有的遮个人祈祷，每一日献上你的祈祷，愿主帮助，只有祈祷才会行走，才会行到撒旦。所以咱爱等下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人变乱口音了后，人就乱去。所以上帝嘛达到伊的目的，互人四散，然后生团做，四散生团做，但是人甲人中间无法度沟通，所以咱若拄着较早若拄着外国人，拢安怎讲？拢讲外国人是啥物种？
对，为啥物叫阿毒啊？对，鼻仔毒毒，鼻仔毒毒，阿毒啊，阿毒啊，所以有一个外国人，他在电视上，他上节目，他说死阿毒啊，你说你在骂我，死阿毒啊，他在讲我们的话，他就了解我们的意思，说我哪里的是在骂我死阿毒啊，那个是我们去那个清境农场。那一个剪羊毛的那个纽西兰的师傅他自己说的，因为他在台湾已经20-30年了，他就知道说我哪里你在讲我死阿毒啊，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因为口音咱变乱了后，嘛已经遮尔多年，所以上帝的百姓，咱来同心合意，看见共款，就是起做咱的教会，毋是起做巴别塔。毋是咱伫对的代志，咱爱同心合意，所以马该一句真好的话，就是讲咱拢是为着基督，拢是为着基督。但是伊讲拢是为着基督，就表示伊家己是无路用的。所以当咱咧高举马该的时，有可能咱袂记得上帝，袂记得耶稣，袂记得圣神。咱讲马该好像神一样，但是我们忘记了马街是尾声，马街是尾声，就像一粒麦子死了，生出许多的籽粒，生出真多粒会芽出来。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会当做的就是用马街的好所行、好所做来见证上帝的恩典。人如果若是为着要宣扬家己，你就袂记得上帝的名，你就袂记得上帝的名。所以上帝的名时刻爱来被赞美，所以这个人乱去了后，巴别塔无法度起做，但是咱会记得使徒行传有记载，伫第2章讲，人圣神充满了后，因异口同声赞美主。对无共款的嘴出声，学了上帝，学了主。所以讲，只要上帝百姓同心合意，要起做教会伫对的代志，努力主会开路引带。所以同心合意，才法度战赢撒旦的势力。人爱得到光明的国度，检测需要甲血气、甲灵界来相战。当时咱伫即场的战争，如果咱注定去用分散，安尼咱就死啊，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就像巴别塔一样，因为上帝变乱了人的口音。如果人听上帝的心是同款的，上帝就互咱起做。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伊要消除真多，包括怨恨。包括人爱对罪中间来悔改，对罪肉体来悔改，所以上帝听伊的百姓，就是用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我想马该这句话，拢是为基督，真做咱的努力的方向甲目标。有时咱高举伊的时，有当时咱可能袂记得上帝，袂记得耶稣，袂记得圣神，但是顺服上帝。咱看见伫列王记，列王记有记载着以利亚，伫迄加密山大战拜巴力的先知，一个人要战400-500人，哇，吓死人了！一个人要对抗这么多拜巴力的人，圣经讲，伊伫遐叫大家着爱安那，摆茶要献祭，甲这牛仔拢切一块一块，放伫祭坛的顶面，然后伊四周围。是放啥物物件？水是水啊水，水是个水，所以上帝变人看的是是水啊水水对水咱台语讲水嘛是迄个喂，即摆人水啦水啦，是叫你念水啦水，所以伫水，以利亚讲。毋若放一摆尔，爱放第2摆，搁用第3摆，
佮用第4摆，到四周围的水拢满，这沟拢满有水的。啊，各位兄弟姊妹，圣经已经记载讲，以利亚的时阵已经3年无落水啊，拢是干旱，啊要地来的水啊。一届无够，该倒2届，倒3届，倒到四周围的这段拢是水。吼，已经有3年的抗旱，吼，啊要地生遐尼侪水啊。所以只有顺服上帝的话，从遮宝贵的水，我想迄个时阵，迄水比石油搁较贵，比啥物物件拢搁较珍贵，搁较珍贵，然后倒伫这段的顶面，啊，遮个人就顺服倒遮尔侪水，所以耶和华上帝这段，咱毋是期待伊复兴吗？所以咱爱当心学伊将你宝贵的水摕出来，你救命的水。珍贵的水，这是真正的水。就把你的真心拿出来，把你的珍贵拿出来，把你的真实拿出来。所以这人听以利亚的话，吼，就伫干旱的时，这救命的水，这珍贵的水，拢倒伫这段的四周围。吼，按着爱1桶、2桶、3桶。啊，如果你讲啊，歹势，这桶我要留落来煮饭啊，我今日要煮饭，无水通我煮饭。啊，这桶我要留落来洗身躯哦，这桶我要家己啉啊。所以这群人是甲以利亚有同款的心志，水拢摕出来。所以真正就是无条件，爱愿意付出。到后来咧王记上卷18章37节，耶和华就听我，互这个国的百姓知影，你就是耶和华，就是上帝。你互因的心活倒转，咱做伙来读来。耶和华就听我，互即国的百姓知你耶和华就是上帝。你互因的心活倒转，但是因的心活倒转。所以以利亚一句话，要互上帝开力来显明，伊求上帝百姓悔改，将这的阻挡拢甲伊除去。要互上帝亲自动工，尽心尽力，连最后一杯水拢爱摕出来。18章的38节到39节，就甲咱讲，耶和华的火就降落，一尽烧尽所有的迄个祭物，包括伫遮的茶、遮的酒、遮的土，阁有9年的水。将百姓看见，就拍伫地里讲啊，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所以百姓看到上帝惊了神呀，承认上帝是真正的神。所以以利亚就掠遮拜巴力的先知，除了遮的人。所以偶像甲黑暗的势力，有当时是阻挡教会的复兴，愿上帝帮助咱，甲遮的除掉、除去。所以教会有准备好吗？教会有准备好吗？教会咱四周围检测有真侪的势力，咱需要去突破。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到即件代志了后，耶和华就降雨水。愿主帮助咱。即件代志了后，人将水献伫祭坛的顶面，上帝动工，后来就落大雨。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回他的耶斯列去了。所以当人甲救命的水献上的时，人感动，人将这感动献上，就摇动上帝的手，证明上帝灵行通来除去这的势力，解决欠水的情形。愿主帮助咱，愿主施恩互咱，互咱知影讲咱爱顺服听从上帝。最后要甲大家三角来分享，就是讲咱知影讲，这骄傲的形容词阁真多，高傲自大、目中无人、唯我独尊，骄傲自满。你若甲查骄傲的成语，这么多数不完啊，很多啊。所以箴言18章12节甲咱讲，咱爱先谦卑啊，咱伫主的面前谦卑，这才是对的。所以人的心若骄傲，会遭受毁坏。若要得尊严，就爱先谦卑。这就是箴言18章12节，咱来除去骄傲的态度，因为骄傲
是失败，最后的失败是自私的罪，这是无真实的。愿主的话帮助咱，互咱知影讲，咱伫主疼痛的内面做伙来起做教会。西班牙有一个姊妹伊见证讲吼，我自细汉生起来乌头毛，头毛是乌的。我看我的同学头毛拢是金的，吼，亲像咱有头人咧做染头毛拢染金的，吼，伊讲吼，一个阿斗啊，吼，西班牙的小女生，我身材又那么矮，150几公分而已。我看到我的同学170、180，我有感觉伊吼伊感觉伊安尼吼，足心安尼怨妒，为什么我生了安尼头毛阁乌的，看到人头毛金的吼，足欣赏的。但是最后伊大汉了后，上帝呼召伊去中国传福音。伊一落飞轮机伫上海落飞轮机伊看到大家拢乌头毛，伊看到遮个姊妹拢乌头毛，大家拢甲伊差不多悬，差不多悬。原来伊就知影讲上帝互伊搁较好的安排，就是要来中国传福音。吼，所以以后来伊就变谦卑落来，吼，伊就接受上帝互伊的环境，无搁批评，吼，无搁伫遐来怨恨。约翰卫斯理是卫理公会卫理公会的创设者其中的一个人。伫伊生长的年代，伊甲一个怀特菲，因拢共受上帝的使用，但是伫无共款的位置来发挥因的功用功能。约翰卫斯理是一个神学家，伊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嘛是一个神学家。后来伊创设卫理公会。你知影卫理公会伫对上界较兴旺，伫东部的马来西亚，我们都称东马东马就是在沙巴沙劳越。那有可能那个爱城可能就是属于这个卫理公会的信徒那卫理公会伫马来西亚卫理公会我捌去遐我想讲要拜你要去卫理公会做礼拜我就去哇。这礼拜让我大开眼界，因为他们教会一场礼拜多少人做礼拜？让你们猜。一场礼拜将近快要1000人，将近快要1000人吓到而且还3场礼拜，然后1楼好多那个学生穿那个童军装，一整排队伍在那边他们可能是上完主日学，然后一整排穿了卡其色别很多他们是基督教的幼年军卫理公会在东马很兴旺。那这个卫斯理跟那个怀特斐德，他们两个常常意见不合，互相攻击在这个教会就纷纷扰扰。后来有一个信徒就问卫斯理讲：“卫斯理啊，你有信心伫以后上天堂了，你会伫天堂见到怀特斐德未啊？”卫斯理想想讲：“我想袂啦，我可能袂见到伊啊。怀特斐德伊离上帝较近我离伊较远啊。所以我若伫天堂，我可以嘛离伊足远的啊，可能会见袂到伊啊。所以这卫斯理用伊幽默甲口气回答伫迄个时代人甲人之间，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这两个人的故事，因为年代太相款了，为着无同款的理想最后因各有发挥啦各有发挥。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像耶稣对待咱道成肉体。来到咱中间一样，来学习伊诚侪，学习伊的谦卑，来赢过骄傲的罪。咱甲 PPT 来放甲向我对今的迄首诗，咱请慧文老师来弹咱做伙来唱一解这条诗歌。咱一边唱，咱嘛一边做伙来想讲，咱教会要怎同心合意？咱教会要安怎来敬畏上帝？
咱来用祈祷的心来唱这条一颗谦卑的心。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帮助我更深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帮助我，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愿主的话帮助咱，互咱安静的心，让咱的祈祷的心。咱们最后用短短的祈祷，咱的祈祷了，咱要用5节教会的募款的影片来甲大家三角来分享。主，你的话帮助阮，你是阮共同的语言，就是圣经。真像基督徒的帮助，嘛真做世上的帮助。主，你变乱骄傲人的口音，你无爱互这个事伫世间来掌权。所以巴别塔虽然这个故事已经过去，总是阮知人的心需要谦卑，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学习。所以你的话帮助阮，因为败坏大声就是人骄傲，是尊贵的头前才是谦卑。愿主你帮助阮，除去阮心内无敬畏、无敬虔的心，互阮独独仰望主，来到主你的面前幸福。愿主你的话真正的帮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来这回来看五节教会。那五节教会我们在前年咱的青年、少年以及有几个长辈做伙带因去5节，伫遐有2天1暝音乐短选甲分享。这条咱来看5节教会的影片。
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赞美他，万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鼓瑟弹琴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用响声的把来赞美他，万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5个教会也已经完成建成啊，只不过还阁欠1500万，需要大兄弟姊妹甲因斗3工，不过因用心咧咧行钱有去5个教会就知影讲教会真新，虽然住的人数无咱较济，总是就是讲，看教会足新的真新逐项拢新的，你若看到讲咱的教会以后。嘛要努力这是咱以后检测是几年后咱来努力的方向。但是咱先甲遮个有需要来帮助有需要的教会感谢牧师今日的分享，是真好的分享。确实，咱人袂当骄傲，咱爱学习谦卑。这个功课确实真歹做，但是咱请兄弟，咱斗阵来学习这门的功课，爱学习谦卑。这时，咱要来吟回应诗238首，238首。我主上帝至悬至大，请起立吟全首。我
请坐。这时，咱备办心来奉献，请书献的同工来接献。这时，咱要做伙来念金句。伫迄个周报下面的台语，咱做伙来甲念2遍。败坏的大心，人的心是骄傲；尊贵的头前是谦卑。败坏的大心，人的心是骄傲；尊贵的头前是谦卑。箴言18章12节。这时，要来介绍新朋友，甲消息的报告。今天有新朋友吗？好，咱即马要来本会报告本会的消息。第一，今日是宜兰五节教会建堂募款主日，因为疫情的关系，伊无方便来遮。以影片来做事工的报告，邀请大家来甲因关心、带导、奉献、支持。咱即个团契之前，咱青少客之前嘛2020年8月22甲23 2天，也去甲因联合短宣的音乐营，因的教会去甲因的教会甲因联合短宣的音乐营。第二，今日下晡1点30分要召开9月份的中集会，中集的同工请准时出席开会。请恁爱准备好会手册。第三，各单位完成明年度同工的改选，将名单交予牧师。今日截止。第四，本会信德奖学金，甲今日游园要申请的游园是甲今日截止。第五，10月初2下主日是本会圣礼典主日，是联合礼拜，大家用恭敬的心出席来参加这个圣餐，甲主共祈祷。第六，
10月初2下主日举行教会事工研讨会，邀请中级同工甲各单位新旧任的会长、团契、辅导、主日学校长、圣歌队队长，请准时出席参加。会长若袂当参加的，请恁委派1名的同工参加。第4季10到12月服侍的轮值表已经公布，请各位同工注意个人的服侍项目甲日期，时间上若有无方便，请恁会当甲其他的同工来交换。嘛是爱来通知办公室，服侍安排无法度尽如人意，请同工见谅。第8是眼光的读经的第4季的读本，已经伫个楼骹的招待道，请兄弟自由来索取，个人会当伫厝的每日依进度来灵修。第9小会议决举办的教会复兴的领袖营，11月初4、11月初52天，拄好拜5、拜6，地点是伫个万里芥菜种的营地，对象是中级团契会长甲干部、主日学校长甲老师、圣歌队队长甲干部。各团契辅导报名费是1000块，为单开始拢会当一直来报名，请恁要报名的干事来报名。第10，因为教会未来事工的拓展，小会议决举行教会志工训练，有要招募愿意参与的教会。有愿意参与教会外展甲服务人员人群，请干事报名。11每礼拜3暗时8点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明福。12会计报告，请大家自己过目。团契消息，主日学今日举行迄个升级礼拜，迎接晋级生，并欢送毕业生到少年团契。第2，双年团契今日台语礼拜结束后，伫个1楼举行例会，明年度的同工的选举。阁有一项的消息是9月30到10月初1，拜5到拜6，有即个举办退休会，地点是伫迄个嘉义梅山太平营梯，主题是我的生命之歌。圣经记载的圣经是伫出埃及记15章第2节。其他相通的消息，咱也爱特别为即个试验来祈祷，恳求上帝医治患者，保守医护甲防疫的人员，赐平安甲咱三角同在，保守台湾的疫情早日赶紧煞，愿主使人民开经济的活路。其他我望大家家己过目有需要，互咱遮姊妹有病痛的，拢阁有一寡为外出做兵的求学青年，为遮个来祈祷，恳求主来保守。总会中会教教的消息，请兄弟家己来过目报告甲遮。咱即时要来吟买变诗，请掀开新信诗397首，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咱请牧师甲咱祝祷。愿主
咱做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听读、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今日的礼拜就到这，默祷闭会。